第76届坎城影展前几天结束，台湾这届有一个记录独生疗养院的纪录片《大风之岛》，在坎城电影市场展当中摕到上大奖，也就是1万块欧元的现金奖。导演邝雅婷就讲，伊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空景，也会当看到这原来时代因的生命故事。Island of the Wind。 代表台湾参加法国坎城电影市场展纪录片单元提案竞赛《大风之岛》，第30几个国际竞争者中，摕到大奖1万块欧元现金奖。Filmmaking is a very, very lonely trip, and as you know that you were fighting alone. And you're fighting with your protagonist for such a long time. All the struggles you are dealing with. 大风之岛讲的是台湾陆生疗养院的事件，这届搬上国际舞台，除了引起讨论，嘛互外界看到导演邝雅婷用20档时间无放弃的拍片精神。邝雅婷讲，伊自大学时期接触陆生基地，才知影原来新北过去有一种怪麻风病人的所在。迄当时感觉真意外，嘛开始参加相关活动，抗争记录影像。中间虽然有中断，但继续咧做。大风之岛其实就是咧讲原来迄寡时代的生命历程，安怎抵抗逼迁，安怎有尊严咧活咧，互大家看到因的勇敢，甲展开绿色者的一面。But it means so much for the patients because they never been seen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n you see them, you hear their voice through cinema. That's so powerful. 邝雅婷讲，伊真感谢评审团会摕到大奖，真正有淡薄意外，但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对未来影片的制作嘛有真大的帮助。大风之岛有个今年底完成，片长大约2点钟，记录基站运动之外，嘛希望时代得到应该有的尊重。记者陈阿文、刘玉水综合报道。